坐公车，爱大胆坐火车，爱大胆坐高铁，爱大胆看天样，爱大胆看表演，爱大胆看麦给，全部爱大胆。哎呀，在生活当中遇到太多的事情都要买票了，这时候你会用到这一句话，唐后了，大胆嘛，大胆嘛，大胆嘛，买票没？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来嘿，大胆嘛，哈哈，总算定好了，还好有 V 耶！啊，米儿不晓得大胆嘛买票没耶？哎，米儿，你下礼拜不是要回去吗？你大胆嘛，你买票没？啊，对哈，我忙到忘了大胆买票嘞。下星期二丈夫还要回家哎。哎，那你呢？我刚刚已经在用路大胆网路买票啦。用路大胆网路买票？我跟你说，用路大胆网路买票，懂方便哦。是有多方便啊？怎么说呢？用路大胆网路买票啊，你可以不用去现场排队，而且你就会有 V 后槽，有位置可以坐啊。不然你要站着回去，真的很累耶。可是那我现在买还来得及吗？现在啊，这个用路大胆网路买票是前天开放的，不然你试试看好了。可能会有 V 后槽，有位置可以坐，不然啊，提灯转移你的萝卜腿会越来越粗哦。复习时间，买票没？大胆嘛，大胆嘛，买票，大胆，大胆。前天，前日，网路，用路，有位置坐，有 V 的后槽，行真耶客家 V&B， 本人客家向下嚟講客家吧。